陶公公，实不相瞒，此次来找你还有一事相问，还请陶公公知无不言。请讲。陶公公，你可知道另外半张仕女图的下落？天目道长真会开玩笑，我怎么知道那仕女图的下落呢？那这犬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来找你呢？这之前我也说过了，我也不知道这犬妖为什么找上我来了。怎么？难道这犬妖和这仕女图有关系？说什么犬妖复仇，这些其实都是幌子。我怀疑这犬妖的背后是有人控制的，而且目的就是仕女图。不会吧？那也许是犬妖认错了人了，而我也纯粹是运气不好罢了。陶公公当真不知道？真不知道，不敢对天目道长隐瞒的。好，那小道就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宁妃呀，最近很少见你出来透气，你肚中怀有龙子，得时常出来，让灵儿接受一些天地之气才是。皇后说的是，只是近日宫中犬妖横行，臣妾这心里啊，实在是有所忌惮。哼，这犬妖啊，还停不下来了。听说这几日好像又死了几个厨子。略有所闻，好像有几个下人已经遇害了。死几个下人倒是小事儿，我呀，老是觉得犬妖行踪不定，不知道他后面会害谁。听说这案子一直是天目童在负责，也不知道负责的怎么样了。别提那个天目童了，他仗着太后给他撑腰，屑于查案。如果我们不逼他一下，指望他破案，怕是遥遥无期呀。皇后，您的意思是？你与我一同去见太后，令天目童限期破案，如何？您的意思是让我去逼迫太后啊？这哪是逼太后呢？是给天目童点压力。你也不想每天担惊受怕，不是？可是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肚中的孩儿想想。好吧，那臣妾就同皇后一起去见太后。臣妾参见太后。免了。谢太后。宁妃，近日身体如何？你出门行走，可得小心你的肚子。谢太后关心，臣妾小心着呢。你们来，不只是看看我吧？太后，最近这些时日，宫中犬妖出没，弄得大家都心惊肉跳的。是啊，太后，天目童说查案呢，也不知道查得怎么样了。昨晚呢，我听说后宫又出事了，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？我这也催着呢，刚刚还问起他们情况来着。光催可不行啊，太后，总得给他们个时限，要不然他们一点动力都没有。宁妃啊，你说呢？皇后所言极是，这提心吊胆的日子总是越短越好的嘛。好，就按你们说的办，给他们个期限。谢太后。天目童，天目童，啊！天目童，天目童！哎，你别过来啊！千万别过来！小蘑菇，是你吗？是我，你快走吧！你师傅呢？我师傅不在，你快走，别过来！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师傅这要搞什么鬼啊？你偏要过来！哎呀！你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！千万别过来啊！你偏要过来！别过来，别过来！
你是找我吗？喂，你们搞什么鬼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出去透透气儿。好吧。哎，你想要对付犬妖的办法了吗？今天皇后又去太后那儿嚼舌根了，逼得太后给我们这个犬妖案的期限了。猜到了，几天时间？3天。又是3天。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每次犬妖和幕后黑手，好像都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。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对策。那看来我们只能快点找到那个消失小太监了。我想突破口只有从他那儿有了。对了，我要闭关1天，你有任何消息可以跟我联系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师傅，你是不是都知道了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那你不会怪我向你隐瞒了吧？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也会这样吧。那就好。但是你要替我保密啊，千万不能告诉陶公公说我暴露了，要不他又该骂我了。我刚从陶公公那儿回来。你去见陶公公？陶公公非但没有要责骂你，而且他现在还十分关心你的伤势。我已经答应了陶公公，等我的事情办完之后，就带你出宫。你总是这么下去，一定会出事的。那就好。师傅，你说那个犬妖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从这形态上来看，应该像是公的。那他们吃的就是母的，然后把公的给惹急了，公的来报仇来了。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哎，师傅，师傅我动不了啊，师傅。你见过天目童了？见过。他对3日破案期限有何反应？没有任何反应。不过他好像察觉到他所有的行踪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他开始怀疑你了？现在应该还没有。我当他有多聪明呢？我们不妨就给他3天。3天之后，看看天目童怎么应付皇后那帮人。这弟兄们的烟酒钱我可以理解，这生理卫生费是个什么意思？他们找姑娘也要我出钱啊？这个，接着往下念。差旅费白银501两，还有……好了，这个账不用念了，我都清楚了，就2个字：花钱如流水啊！谁叫咱三爷人多势众，财大气粗呢？这个话我爱听。你呀，就剩下这张嘴了。三爷，咦？嘿嘿，有意思的东西来了。这蝴蝶有意思，三爷，你让天目童给咱弄点纸儿，以后兄弟们的烟酒钱可就省了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要不我让他这纸人替你站站柜台？三爷高明，这样最好了。那我要你干什么用啊？
重口味呀。三爷，这上面写的啥呀？来，把纸上的东西准备一下。鲜毛阳起时，银阳货。这可都是催情的东西啊！三爷，他一个道士要这些东西干啥？你问我呀？接着往下看。哟，八青母狗尿一泡，这上哪儿弄去啊？要不我去找？嘿嘿，三爷，这哪里的话？那我去了哈。哎呀，于大人来了。不起来，不起来，坐。于大人您也坐。好。于大人，你看我这不方便，你还来看我，我没什么好招待你的，你。小小年纪就如此伶牙俐齿啊！你师傅呢？我师傅闭关着呢，你要找他有事，我去叫他吧。不必了。修道之人最忌讳在闭关的时候被人打扰了。是，于大人懂得还真多，你真善解人意。你是怎么受的伤啊？我这不是被犬妖咬了一下屁股吗？我也正是为此事而来。这犬妖案的调查进展如何呀？那个犬妖每次抓他的时候，都知道我师傅的行踪，不好找。太后那边就给3天期限，我师傅闭着关，想办法呢。等你师傅出关之后，你替我给他带句话，就说太后那边我来想办法对付，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好。真的吗？行，那谢谢于大人了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有空再来看你。慢走啊，于大人。不起。对了，小蘑菇啊，这个玉饰是我求来的，能守正辟邪，送给你带在身上。再见了犬妖就不怕了。于大人你真好，送我的。从来没有一个大官会送我东西，谢谢于大人。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心里便想着皇上，值得嘉奖啊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于大人慢走。快呀！快拿网子！快拿网子！快点儿，拿网子！快拿网子！去，快拿过来！快，转过来！快！哎呀，你的尿啊，急死我了！哎，宝贝儿，快呀，乖，快尿啊，快，尿啊！哎呀！臭小子，拿好了，把这东西带到宫里，交给咱们自己的人，让他转给天木童，千万别出篓子。这东西来的不容易。知道，从您嘴里捞的。肯定不容易啊！你个臭小子！天木道长，宫外有人给您带的东西。多谢公公。对了，这里有些碎银子，有劳公公了。
云姑娘来了。这大晚上的找我干什么呀？哼，我们今天晚上就来一个月夜捉妖。妖呢？只要我一召唤犬妖，它就会出现。信你才有鬼！什么鬼？道具。哼，还有道具呢。这什么味道啊？催情粉。催情粉？你一个道士，我带你看个地方。对，你这招到底管不管用啊？自然管用。这世间的活物全都逃不过食色二字，犬妖哪有那么厉害啊？乐平公主，天幕道长，公主你怎么来了？我猜您跟云指挥在一起，就像云指挥的手下打听了你。公主，这里很危险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有你在，怎么会让我有危险呢？这犬妖可是随时会来的。我不怕。公主还是回去的好。犬妖！是他。他是谁？是那个失踪的小太监。这回可好了，连找到幕后主谋的条件都没有了。云姑娘可真是厉害啊！天幕道长好厉害！哇，天幕道长，犬妖真的死了吗？我好害怕，好爸爸。犬妖是如何被天幕童引过去的？你为什么不提前向我通报？我也是才知道，他熬制了催情药粉，引得犬妖性情大发，所以才控制不住。可恶！真是世风日下，现在连道士的手段都这么下流。现在犬妖死了，还有半张图下落不明，我们该如何打算？犬妖虽然已经死了，可犬魂却被我收了回来。我们现在手里还有一只犬妖，为我们所用，而这只犬妖也是天幕童最难对付的。
于大人真好，嘿嘿嘿嘿，哇！你不能住这儿。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？我小宝辜负父母的，好不容易捡来一条命回来，师傅又不要我，还不让我在这儿住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上辈子是欠谁的了？我师傅，你看什么？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？不，因为我伤心吗？伤心是什么？伤心，就是那种特别迷茫，心里乱乱的，然后没有安全感。伸一个手的位置，我吹我一点，你不要太远就行。行，往哪边吹？这样行，有。你别吹我一两啊，大哥。风高一直我管不了他。好吧，行不行？高度行吗？要费我好多。高度行吗？把拳举一下看。好，可以，再靠一锤一下呗。来，准备，来了，开始。再来一下。再来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若是